全世界有咁多嘅毛公仔品牌，點解偏偏係 Jellycat 喺呢幾年可以跑出嚟紅遍全球呢？除咗佢哋嘅外形好 cute 之外，原來仲可以治療到我哋嘅小小心靈，成為同伴。究竟佢哋嘅營商策略點解可以令到大人同小朋友都咁鍾意佢哋呢？今集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細語。我手上呢個 Jellycat 嘅手袋係咪好鬼得意呢？雖然我好中意 Jellycat 嘅產品，但係我只係得呢一個嘅啫。咁仲要我朋友送俾我添，擺低先。其實佢哋啲產品嗰個最平起跳位都喺10幾20磅起。咁喺經濟即係全球經濟不景嘅情況之下仍然好多人去買佢哋同埋收藏佢哋。Jellycat 原本嘅客群主要係嬰幼兒。喺1999年由 Thomas and William Gattaca 兩兄弟喺倫敦創立。由於佢哋嘅公仔所用嘅布料比較耐用，啲毛都特別柔軟，所以就成為嬰幼兒嘅安撫嘅玩具啦。一雙豆豉嘅眼睛同埋一個彎彎嘅微笑，呢個就係 Jellycat 公仔嘅招牌笑容。除咗有動物系列之外，仲有唔同趣味系列嘅公仔，例如係牛角酥、薯條，又或者係羽毛球、花花。寄俾聖誕老人嘅信件都睇到 Jellycat 創意無限。時至今日 Jellycat 喺全球擁有超過77間零售店，所銷售嘅產品喺高級百貨公司、禮品鋪，又或者係網店都可以見到。但係喺英國就有1200多間獨立嘅商店，同埋部分連鎖零售店都有賣佢哋嘅產品。有啲專門店仲玩埋 gimmick， 設有食肆，將佢哋食物系列嘅公仔當成好似真食物咁樣。客人喺裏面點菜，而員工就扮成廚師，以有趣同互動嘅方式溝通，好似真係為緊客人預備食物咁樣。亦有啲專門店有唔同嘅主題，令客人同店內嘅產品有多重嘅體驗。唔止係佢哋銷售嘅覆蓋面廣，而且仲識得製造話題。例如佢哋有啲嘅公仔款式係以限量，又或者喺一啲特定嘅店鋪先至有得賣，吸引fans去排隊購買。而且佢哋嘅公仔喺出咗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停產，令佢哋嘅產品喺二手市場有價有市，仲吸引咗不法之徒去行騙或者係盜竊，將產品喺二手市場以高價放售。雖然Jellycat 冇上市，但係喺英國嘅官方網頁都可以見到佢哋嘅業績表現，仲見到佢哋大賺添。喺2024年度嘅財務表現就見到佢哋嘅收入按年升咗6%，去到3.3億元英鎊，而且稅前盈利大升1倍，有成1.39億元英鎊，仲向股東派發1.1億元英鎊嘅股息，真係認真闊綽。Jellycat 已經有20多年歷史，唔係一個新出嘅品牌，但係近幾年佢先至人氣急升，市場估計同新冠疫情有關，其中社交網絡亦都幫咗佢哋好多。喺隔離措施之下，多咗好多人更加依賴社交平台去溝通。TikTok、IG 使用量大增，好多 #Jellycat 嘅影片喺社交媒體上出現，亦都建立咗好多 Jellycat fans 團同埋社群，大家一齊圍爐取暖，互相交換心得。疫情令唔少人出現情緒問題，加上封城同埋隔離政策，令人同人之間嘅交流互動減少，唔少人都感到寂寞。而 Jellycat 公仔無論喺外形同埋質地感覺都好舒服，唔止係小朋友，就連成人都俾到安全感佢哋，成為唔少成年人嘅情緒安撫舒緩壓力嘅工具。如果同疫情前嘅業績相比，更加睇到 Jellycat 大受歡迎嘅程度。喺2014年至到2019年嘅6年內收入同埋稅前盈利分別都升咗大約1.5倍。
如果以由2019年至到2024年再相比，嗰6年內嘅收入同埋稅前盈利咧，就分別大幅增長咗4.1倍同埋5.4倍啦。一場新冠疫情咧，改變咗好多人嘅生活模式。疫情之後啦，大家咧好似回復翻正常嘅生活，但原來咧身心後遺症咧仍然存在。中過 Covid 嘅患者啦，可能出現長新冠嘅相關症狀，影響到日常生活同埋工作能力。而剛剛畢業進入社會工作，又或者喺職場打滾咗一段時間，當擲之年嘅千禧世代同埋 Gen Z 嘅年輕人，喺疫情之後面對通脹、裁員、轉行，亦都打亂咗佢哋嘅人生計劃。好多人都出現咗壓力同埋情緒問題。而 Jellycat 嘅公仔啦，同唔少嘅兒時玩具就成為呢班年輕嘅成年人用嚟安撫自己、追翻童年安全感嘅工具。同一般卡通漫畫嘅 icon 唔同， Jellycat 咧冇傳統又或者係背景故事，未必咧係成年人嘅兒時回憶，但係咧佢獨特嘅設計同埋每隻公仔都有自己個名。而公仔嘅側邊咧，仲掛住一個 Please Look After Me 嘅標籤，令到主人同埋公仔之間建立屬於佢哋兩者嘅情感連結同埋故事，亦令到唔少人得到心靈治療。呢個可能就係點解 Jellycat 可以喺全球咁紅嘅成功之處啦。希望大家都擁有屬於自己嘅心靈港灣，先好好照顧好自己。今集先講到呢度。如果大家今日中意呢條片，可以撳 like、comment 同 share， 可以subscribe 我哋厘米細語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follow 我哋嘅IG。我哋今集先講呢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